念这些物件，下对不对？无念念这经，念这些物件，这经，有我呢，故念，故不给，无记，中医呢，记不，也无记不。中医呢，给无枪，当时呢，有这股嘛，后记不，后边这股嘛，当时，啊，这个问题在有念念这下，念声下，有念念，无念念这经，无念念这经，无和。你袂使无念念这经哦，你袂使无念哦，你无念，你若加读，竞争目少哦，目少哦。哦，啊，你若加，你若无念变成一个空白哦，啊，你若有变成一个执着哦，变成一个执哦，执有哦。安尼怎讲？应无所住，以心比心。应无所住，以心比心。你今日哪一个有一个无所住，你无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心无无所住，这种拢袂使。这是咧讲体谅。有理无中，无理有中，有无无不给，有无无不给。你哋讲这里有嘛，你在这里有叫做苦不给。啊，你在那看住你表现分析，表现分析。但是有咧，你真看就是有哦，咱就看就是有哦。好，伊个你老娘只教问话，你去问咧如处见解。你无常就会甲你讲哦，因为像这个无常无常，这是一个了不可得哦。是你个求得是不求得哦。无常无常，哎嘛，实定言他，心是本心，见是本性。实定言他，心是本心，见是本性。实定言他，心就是这种叫做透视、透视。咱有透析着一切无，透析着一切元气健康的道理有，咱有识透析道理有，还是叫一切元气的理念来发表。你无了解一切元气健康，元气拢是清净法的物件，三河大地解了发光性的道理，这个物件咱就了解。所以呢，变成元气的内底当中，咱就能发表。哦。食声中而出达，咱就变成发表。食声中而食，莫问大家了解。所以变成是讲，伫这色相、声相、音相，伫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变成怎？变成这大家目标的发展。所以书定言他识度分析，识好你这个分析，因为元气识好了。书定言他，但用灵言是无实现，用灵方处不留情，还清经处那家见。这关条，言语的第二个是什么？言语的第二个是什么？一切言是用，你言语的对拢是一种方便的说法，是不是呢？咱不会讲。这个提心动念，该研究这个行动的，所以咱来讲，咱要安怎伫这个心理的对当中，无去有这一切，所以他们讲到你来讲，但用名言是无实现，名言内底无实现，无实就是无所对，这个清净这个不过那个物件，因为。我是你保护，这是一个方便的说，咱过去实讲，因为是方便的案例。这个人，含姓名，含姓跟解，都讲名，是不是呢？甚至这法，这文字法，嘛是种方便的案例。手是咧指月，手是月，文是咧在what，文是咧在多，文是多。所以你文的这个是独立法提出来，
所以咱叫做言学。你的文是甲你去互你了解要安怎行，你才能把这个物件当作是做。所以咱无所就直接来讲哦，你语言的这个是做不到做到，咱讲言学先靠着本心变做本性，但是适合本性，语言的这个适合本性变做本性无可能，这是不成功的，有一切之中。这是你家己统一的分体啦，啊，这大堂做成后边这句话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依。这句话叫做表象，念念自见，咱好来讲，你离开念，你变成空念；你一念，你变成妄念。念念自见，这个念念自见后边是为了做哦，叫做万法无依。你一切念，一切本来的变当中无阻碍，第就是叫做是嘛，叫做爱，是爱嘛，叫做阻碍意思嘛，是爱的意思嘛。第叫做阻碍意思嘛。你万法无依就是讲，咱离一切念念来变当中，完全是什么呀？拢无阻碍，拢无执着。你看到一切物件，你来相信。看见人别看见不列是什么心，就是可能作祟列是心念，一人作大苦，作败列是什么心，一人作大苦，列是什么念，一作引导列是什么念，咱存这个时，咱就存心心来存心念，这一切物件只有办法，正宗叫做办法来对当中。是呐，念念你念念接回了后当中，完全理路拢是。如来不是，拢总是个清净，唔是叫你眼不见心不乱来听好哦，唔是叫你耳不听心不烦哦，而是叫你眼见，你念念的眼见，来呢，万法无依，眼见后边就叫做心不乱，念念就是叫你耳听，后边就叫哪，万法无依。心不烦，你不只爱，你无定义，你无定义，无道理，迄个心的内底，显然咱决定，咱这个咱听着看着听，咱就想听，咱就执着，所以咱来讲，要安怎力量用尽，要安怎无人无我，要安怎见无人，力量。热恋，所以呢，我再补充，热恋忘情热恋